好啦，咁啊嚟到12月31號晚嘅數碼講華爾街啊，咁啊我係大家節目主持李洪健啊 Jo 啊，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有實德金融研究分析經理郭啟麟 Ferris 喺度嘅 Ferris 你好，阿 Jo 好，大家好。睇翻啦，今晚咧又即係雖然係叫做除夕夜啊，但係都仲有啲數據嘅。美國嗰邊咧即係大家比較睇得緊要少少嘅咧，就係嗰個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咁啊同埋呢一個嘅即係芝加哥採購人經理指數，同埋成屋即係待完成銷售啦。咁呢啲咧其實就全部都喺即係9點半同埋10點45分同埋11點咧就分別會公佈嘅。至於嗰個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大家都預下即係截到去12月27號為止嗰一個星期咧，其實就去到29萬嘅。咁啊，至於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就去到236萬8千啦。不過咧，係比起之前嗰個星期就係由240萬3千降到去236萬8千噶。不過咧，即係見呢個臨尾流流啊，年尾流流咧。都要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喂，究竟出年即係我哋之前咧就唔同嘉賓亦都有講過呢個嘅即係灰天鵝啦，亦都有講過有冇啲咩大戰啦，即係出年譬如包括石油啊、俄羅斯啊，咁但係問題即係都要問一問翻阿 Ferris 咧，如果淨係講翻呢個投資即係投資嘅方向啊，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即係可以準備嘅地方咧？係啦，嗱，可以準備嘅地方其實作為香港人啦，咁基本上咧就兩大個國家嘅國策啊，或者嗰個加息嘅頻率啊去向咧就影響住嘅。當然一者就係自己我哋中國啦，第二者咧就係美國聯儲局究竟會唔會係真係出年年中就已經係開始加息嘅步伐咧？縱使大家其實都預咗佢嗰個加息步伐係會緩慢㗎啦，咁所以大家就要即係好緊密咁樣盯住呢一兩樣嘢。咁當然聯儲局美國嗰邊就你應該都唔使擔心話即係1月2月就馬上會加息，呢個都可以係放埋一邊嘅。咁反而就係即係中國人行究竟佢嗰個繼續嗰個寬鬆措施啦定係會唔會繼續喺呢個定向嗰個寬鬆措施度去更加去細節去推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影響到整體香港嗰個股市啦或者香港投資者嗰個嘅信心嘅。因為其實咧，即係大家都已經喺度諗緊啦，喂即係過去幾年啦，即係包括2008年咧，即係爆完煲之後咧，一路救市咧，其實就講緊話收水收咗幾年㗎啦。咁但係而家會唔會話真係去到2015年咧，就所有嘢叫動盪之年咧？即係你話2014係動盪咩？咁但係問題喺股市上面咧，其實就唔算嘅。咁但係問題係咧，去到2015年咧，就真係拉扯嘅情況咧，去到好盡啦。就係話喂，已經美國嗰邊咧就講緊收水，咁但係問題咧，即係當你美國同埋英國係收水派啦。咁但係講緊另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嘅中國、日本同歐洲咧都有機會放水。我唔知道喺咁樣嘅水源咁樣係拉扯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成個嘅投資環境會點啦？呢一樣嘢係咪真係要睇翻？大家要預咗，即係其中一個嘅投資，即係2015年嘅投資要訣咧，就話真係要預咗佢波動咧。係啦，波動就應該點都會係喺第二季之後即係講緊係6月開始先至嗰個波動性會大嘅。因為點解咧？始終到目前為止，大家都係相信聯儲局只要依家啲數據唔係話超級特別好，或者突然之間連續2個月嗰個 CPI 加埋 PPI 非常之高嘅話咧，咁嗰個加息嘅步伐咧仍然都維持喺年中先開始㗎啦咁所以咧喺呢個熱錢繼續頭嗰6個月可以係隨手可得，即係低息熱錢隨手可得嘅環境之下咧，頭嗰半年咧就未必會動盪得好緊要嘅。咁當然有啲突發嘢你就估唔到嘅咁一定會係嚟自啲地緣政治局勢嘅。咁俄羅斯啦，同埋咧有一個其實大家都必須要留意就係呢個伊斯蘭國究竟即係佢依家仇視西方國家個情緒係咪真係俾我哋係低估咗咧咁呢樣嘢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呢一個咧，即係講起呢一個嘅即係地緣政治嗰邊咧，即係過去1年咧就發生咗幾次嘅即係空難啦。但係問題大家都已經揞住㗎啦。咁反而係咪就係好似你話齋，即係伊斯蘭國家或者伊斯蘭嗰邊嘅即係人咧，就對西方國家嗰個嘅不滿情緒其實已經即係
出現咗㗎啦，但係只不過係俾人揞住，啲所有嘅飛機啊、航空事故啊，都其實同呢啲有關嘅。係啦，嗱係咪同呢一啲有關嘅話，暫時就都好難下定論嘅。不過咧，又即係有咁啱得咁巧啊！即係依家即係今年所發生嘅空難啊，即係嗰啲嘅所關乎嘅國家啦嚇，個航道啦同埋甚至乎機師啦，其實都係講緊係即係呢個穆斯林啊嚇伊斯蘭國好相關嘅嘢，咁所以就令到大家突然之間會有呢樣嘢，哇聯想係啦，聯想到係咪真係呢一個嘅恐怖襲擊或者個呢啲計劃咧嚇？我哋即係唔係我哋咧，佢哋啊！即係伊斯蘭國啊，會唔會小試牛刀喺啲較為第三世界啊新興國家去先計劃下啦，咁然後先至慢慢係覺得個計劃佢哋覺得完善咗啦，咁啊先至係向一啲嘅美國啊、英國啊、歐洲嗰邊去落手咧。呢樣嘢其實係好值得大家去擔心嘅，我覺得係啦。嗱，另一樣嘢咧，即係我哋睇翻咧，即係頭先都已經講咗嘅，就係話即係出年啊，就預咗會比較波動啦。但係問題咧，要留意翻同今年有冇啲咩唔同咧？其實今年咧，如果睇翻頭5位嗰個嘅即係環球指數嘅變動啦，或者嘅波幅啦，其實原來真係好意外地即係阿根廷係第一。係啊，呢個新興國家嚇，咁嗱，佢即係意外得嚟，我覺得因為佢嗰個升幅係幾厲害，即係講緊係今年係59% 嘅嚇。咁當然即係你話作為散戶小投資者，咁我點樣去買即係阿根廷啊，即係呢個國家嘅股票咧？咁其實冇得揀嘅咧，即係你只係會係透過啲基金啊、南美洲嘅基金啊，或者係單一南美洲國家嘅基金㗎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幾有趣啦嚇，即係阿根廷跑出59% 嘅呢個升幅。嗱，即係睇翻佢而家即係阿根廷嗰邊咧，其實佢又主要係一啲嘅能源啊、工業啊、即係金融嗰邊嗰啲嘅股份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睇翻佢自己，即係邊啲公司去跑出嘅話咧，其實就都有跡可尋嘅。佢嗰啲咧就比較即係運輸啊嗰扎咧，或者啲銀行啊、財經啊覺得。嗱，你會睇翻佢即係淨係得2間公司跌嘅啫，即係基本上就係石油公司啊，即係嗰種有跌嘅。好啦，咁嗱另一樣嘢咧就話，即係譬如排第2位同埋第3位嗰啲咧，就全部都係即係比較新興市場嘅。嗱，講緊好似話係呢一個嘅即係上證綜合指數啦，咁其實佢都即係成個即係全年啦，即係幾個禮拜係發力之後咧，就52.89%。咁之後其實印度啊嗰啲都全部都唔差嘅，都去到30%。嗱，反而呢一樣嘢咧，就會唔會即係要問翻阿 Fergus 成日話喂，其實喺過去2014年咧，都係一啲熱錢橫行嘅即係嘅年份咧，就係話啲錢其實全部唔係淨係炒呢一個發達國家，咁啊甚至乎新興市場其實已經炒咗好多，只不過大家即係留意唔到咁樣咧。嗱，出年會唔會係逆轉翻？反而係話，如果出年要留意嘅，就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沽咗啲新興市場嘅嘅錢係點咧？會啊，嗱，真係依家學你話齋，依啲新興市場嘅咁凌厲嘅升勢下，講緊其實都係真係唔係話因為佢自己本身嗰個經濟非常之強勁啊，或者係外圍非常之好而帶動到嘅，咁啊純粹都係因為大家容易喺一個低息環境借錢之下啦，咁就話紛紛就將呢啲熱錢啊繼續去抌落去一啲嘅容易賺錢、好容易翻量翻嘅新興市場度嘅，咁所以咧嗱，正如頭先一開始所講，既然頭嗰6個月都仲係好大機會係一個熱錢橫行嘅時候，咁其實大家就未必需要話1月、2月就已經係收水啦、走啦，咁可能其實你俾多少時間啦，係起碼即係到3月嘅時候啦，先至開始有一啲邊啲新興市場我揸住嘅，都係時候 take profit 啦，唔好再即係搏佢，因為你有機會去到3月嘅時候，你可能開始轉啦，所以啦，你講緊個 assets 可能再升，可能都可只係嗰個即係6-7% 都未定啊，即係我較為樂觀去估計。咁但係可能一逆轉嘅時候，咁你一嘢插翻10-20% 落去就絕對唔難嘅。咁所以就即係到2月尾3月開始嘅時候，大家揸住新興市場嗰啲 assets 啦，就真係要諗下點樣去分批放啦嚇，定係一次過嚇我 take 咗 profit 先，然後即係企定嚇。
睇定啲，然後先至再嚟過啦。咁如果即係最尾問埋啦，其實呢一個嘅即係幾個唔同資產啦，即係包括石油啊，包括黃金啊，其實係咪即係出年咧都同今年一樣咧？即係其實唔係可以好，即係唔係好睇得通，或者甚至乎即係唔係好睇得好咧？嗱，而家你話油價嗰邊咧，其實即係琴日就創過成52.7呢啲咁樣嘅低位啦，咁亦都係即係叫做近幾年4-5年嚟嘅低位。咁但係相反咧，金價嗰邊咧，其實就喺呢一個嘅即係創過呢一個嘅1131蚊之後咧，即係喺11月嘅時候，咁其實都一路都喺1200蚊守月啦。淨係呢兩個資產，其實出年係咪都可以即係調翻轉睇翻好少少咧？係啦，嗱，如果兩者大家都認為係趁低吸納得過，但係又即係我只有一個嘅資金揀邊樣咧？咁我反而咧就覺得喺黃金上邊啦即係可以係俾多少少信心嘅。咁何解咧？嗱，因為你依家問題就係在於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啊嘛話咦，如果真係話呢個全球嘅央行為咗佢哋唔想大家筋疲力盡去打一個嘅貨幣戰爭嘅時候，咁會唔會有一種新嘅貨幣出嚟而取代，就令到成個貨幣市場就一個唔係咁大波動嘅時候咧？嗱，咁呢一樣嘢就係講緊係啦，特別提款權呢一類嘅新貨幣。好啦，喂，咁你唔可以下下話出新貨幣就係又係印公仔紙啦，係咪先？你可能都係要有一啲嘢喺後邊揸手或者係令到你呢一個國家嘅貨幣係有一個價值嘅時候，咁會唔會呢個國家個央行真係增持黃金嘅時候，係令到呢個國家個貨幣有啲信心咧？咁呢樣嘢其實係行得通，同埋投資者係會相信嘅。即係會變翻又去翻金本位制嗰啲咁樣嘅年代咯。類似啦，即係你起碼有一樣嘢就話你唔好美國印公仔紙我就信啫咁你德國我都會信啦。喂，咁你西班牙、意大利印公仔紙我信唔信？我睇佢哋冇錢買黃金嘅喎有。係啱嘅，咁但係唔好忘記，咁如果佢係真係以一個嘅貨幣，咁因為你其實講緊西班牙、希臘即係呢集都係歐元區國家嚟噶嘛，咁你可以即係靠住德國意大利法國即係呢啲即係第一、第二、三大嘅成員國去增加佢哋嘅黃金儲備嘅時候咧，咁佢自己本身歐元即係就算嚟緊佢真係發呢個歐債嘅咁都令到投資者吸納或者買佢哋嗰個債券嗰個信心係會多咗咯。好嗱咁呢一節咧就講住咁多先啦。咁陣間翻嚟嗰節咧，我哋會講翻咧即係個別股份頭先嗰節咧就講咗成個大趨勢啦。就陣間翻嚟嗰節會講翻個別股份，特別係一啲科技股即係咪估到離晒譜咧？咁陣間再講啦。好啊。第二部分咁頭先咧第一部分咧亦都預告咗啦，就係話講翻咧之前咧即係第一部分咧講咗啲即係譬如阿根廷上證綜合指數成年2014年咧就升超過成50%，有啲係接近60%添。咁而家咧就講下，喂，除咗一啲嘅即係叫做新興市場嘅即係指數升到冇人有之外咧，其實一啲咧即係科技股或者即係科技公司啦。我哋姑且唔叫佢做股票咧，因為其實佢哋好多都係叫做未上市，叫創投公司真係俾人估到，即係嗰個股亂咁估個股會㗎，同埋即係估緊你唔係講緊10億8億㗎，即係最勁最新㗎啦即係講緊中國小米咁依家係即係成為全世界最具價值嘅科技範疇嘅初創企業嘛，講緊係一個天價啦，460億美元。咁你話即係咪好得人驚咧？嗱，呢一樣嘢即係大家都要講一講，就係話之前咧就佢啱啱做咗一個叫做私募咁樣集資啦。咁集完資之後咧就當然即係好多嘅創投基金或者唔同嘅即係有錢佬啦叫做咁入咗股。咁但係當然即係入咗股嘅時候咧，佢就譬如話而家呢啲咁樣叫創投公司，即係等於我阿 Jolie 咁整一嚿貓屎咁樣嘅嘢，話俾你聽佢前景好好嘅。總之我揾到10個水魚出嚟咧，話每人出1000蚊嘅時候咧，呢一隻貓屎就係值1萬㗎啦。冇錯。即係而家呢一個遊戲係咪咁樣玩緊先？基本上都係啦。咁首先我哋要即係再即係深入啲講呢個初創企業啦創投公司啦，即係 New Startups 嗰個定義咁其實頭先阿 Jo 你講咗好大部分嘅定義㗎啦。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點解叫做初創咧？因為
呢類型嘅公司創立咗個時間較為短嘅，咁講緊梗係唔係短到即係2-3個月啦，即係講緊喺個市場上有生意做緊嘅嚇，咁但係都喺即係幾年之間喺呢一類型嘅公司嘅生命嚟講都係短啊嘛，咁同埋咧就係受一啲VC 啦嚇，風險投資基金啊或者係風險資本家啦嚇，一啲嘅mutual fund 啊嚇，一啲嘅落搭啦係啦落搭啦落搭再好似阿 Jo 話做個貓仔落搭再阿 Jo 將呢個老鼠包裝到好靚嘅，好有前景嘅即係喺 IPO 嘅時候咧就翻幾倍嘅，咁咧從而咧咁大家就話向你呢間公司吐盆水㗎啦。嗱，即係而家睇翻咧，我哋即係可以揾咗幾個出嚟講啦。咁除咗呢一個嘅即係小米啦，即係另外一間咧，即係我哋即係其實小米我哋都算㗎啦，即係佢都有硬件係咪？係啊，即係有嘢出嚟啊嘛，有嘢睇到或者真係佢係叫做即係風魔咗或者改變咗中國人啦，即係佢嗰啲低端嘅手機咧，真係冇朋友啊，即係平到。好啦，咁嗱另一樣嘢就係而家講緊即係其他啦。咁其他包括呢一個印度call 車公司係即係412億美元啦，即係離晒譜喎，真係離晒。係啊，嗱你諗下，喂412億美元喎，你再要食翻Uber 冇錯啦。咁首先呢間Uber 其實大家都會聽過嘅，即係前排印度啲即係唔好嘅新聞啦嚇，就話因為用呢間公司 call 車咁有受害者啦嚇，咁跟住就搞大件事啦嚇，咁有印度政府令呢間公司就唔可以做生意住啦。咁但係其實都好多個唔同國家都有用 Uber 噶啦，咁但係我又喺度諗呢一類型嘅 call 車公司，喂香港都有啦，你即係上的士啲師傅面前幾個智能電話都係用緊呢一類型嘅 apps 噶啦，咁中國亦都有咯。咁點解人哋可以即係估值到412億美元咁犀利？其實呢啲就真係好似我頭先話齋就話，總之我唔好理我攞個擦膠出嚟，攞個 mouse 出嚟，你即係揾到10個水魚就得噶啦。即係你要諗下嗰個嘅估值咧，412億係講緊成3100億港紙啊。咁你諗下，即係一間咁嘅 call 車公司，就算你每一次賺埋同個車程一樣價錢嘅，都會冇理由賺到成3000幾億，即係你等於你要講緊300幾年啊，定係3000幾年先至可以反到本，一個 PE 係3000幾倍咯。即係所以咧就話最緊要咧就係識到啲好嘅朋友，識到好嘅朋友咧佢信你咧，你話個 mouse 咧話個擦膠咧係值1萬蚊，佢都信嘅。咁嗱，即係點解印度咁多好朋友咧？我哋可以即係講多一間啦。咁例如一間叫Flipkart 嘅公司，冇錯。咁FLIPKA RT 啦，咁係印度嗱，我唔知可唔可以叫佢做印度阿里巴巴，因為其實咧佢又係印度公司嚟嘅，亦都係做電子商貿嘅，咁佢又係估值咧就估到離晒譜，估到100億，咁講緊就係100億美元啊，講緊都有成775億港紙啊，講緊，咁嗱係咪即係又係好唔合理嘅成單嘢？嗱，如果用 Flipkart 同頭先我哋用 Uber 嗰個去比較，係咪都係呢個 Flipkart 咧？係啦，我覺得 Flipkart 就真係合理好多喎。嗱，咁你 Flipkart你依家估值都係100億啫，咁比之前嗰個估值嘅變化係多咗43%，咁但係唔知無厘頭 Uber 竟然可以去到412億美元嘅，咁即係嗰個變化126%嘅增長即係多咗。咁好啦，我哋先講翻 Flipkart 啦。我即係就咁睇，其實你講得冇錯，會唔會一個印度嘅阿里巴巴？你基本上佢就係一間嘅網上超級大商店你上網咁就去買嘢就得噶啦，足不出戶咁就會送到去你屋企嘅。咁喂，呢樣嘢如果既然阿里巴巴係真係喺 Nasdaq 上市即係做一個咁大嘅一個 impact 出嚟咁我覺得呢個 Flipkart 其實嚟緊都可以好爆㗎噃。但係 Flipkart 就合理啲啦，喂大佬，你睇翻其他嗰幾隻嗱，我哋即係聽眾聽我哋咁樣講咧，可能咧就比較亂嘅嗱，由頭講起就係話即係頭100億美元估值以上嘅即係創投公司啦。嗱，小米就講緊係460億美元，咁Uber 咧就係呢一個嘅印度嘅 call 車公司咧，就講緊412億就排喺第2位嘅。好啦，Dropbox 咧就排第3，大家都即係嗱第3、4、5、6咧都係同一樣嘅，都係100億嘅。咁呢啲真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真係靠估嘅啫。咁好啦，3、4、5、6係咩咧？分別係 Dropbox 啦，咁另外一間咧就叫即係 Dropbox，大家知係咩咧？嗰啲即係雲端儲存㗎啦，即係好多秘密喺裏邊㗎。咁另一間咧就係 Airbnb，咁應該係咧酒店嘅訂房嘅公司嚟嘅，咁亦都係100億啦。第4間咧就係 Snapchat，因為我哋之前講嘅咧10億
億美金好似好正咁啦。係啊，而家100億啦，眨下即係眨下隻眼就得㗎啦。係啦，點解佢當初冇人蝦我哋賠我哋啊？放幾蚊落去都好啊。係咁啊，跟住咧Flipkart 咧就係100億。咁啊，其實呢扎嘢成個遊戲咧，係咪就係玩緊一個嘅即係一幕耳，就話總之我而家咧就為飛，叫做有錢人為咗飛先，即係叫做富者越富啦。為完飛之後咧就再上市，咁再上市再炒高佢再集資。咁但係問題咧，會唔會一個衍生出嘅問題咧，就係話呢一紮就係即係聯儲局即係平錢底下衍生嘅另一個爆煲嘅一個小炸彈咧？係啊，即係其實都未必係小炸彈㗎。如果你睇頭先嗰一紮嘅咁嘅估值啊，當然呢一紮公司未上市嘅，係咪先？咁但係啱嘅係會唔會係即係一個難聽啲叫圍飛啦？咁其實呢一紮嘅入股呢類型嘅初創企業嘅公司都係啲大嘅 VC 啦。咁你 VC 佢唔會淨係買一間㗎嘛？咁即係咦佢其實入 Snapchat 之餘，咁其實佢亦都喺同類呢一類型嘅新興嘅一啲社交嘅 Apps 啊，係都會入股嘅。咁其實就係搏乜嘢咧嚇？搏其中一兩隻真係可以爆到上嚟，咁其他佢手持住嗰啲股份咪水漲船高咯。咁你作為一啲有見地嘅投資者嚇，咁其實嚟嚟去去係啊，都係一個好嘅策略嚟嘅噃。但係嚟嚟去去都係個班嚟㗎，應該即係你話有錢嗰班啊！你話即係落起二父子嗰啲，就係點都會有份㗎啦，即係無論係啦，冇錯。咩問題就在於佢幾時排到喺個合適嘅時候 IPO 咁啊，睇下即係啲散戶股民嚇點樣去睇好呢一類型嘅股份啦。嗱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即係令我諗起咧，即係香港股民咧，就譬如攞一大紮錢，即係幾萬咁走去買啲仙股，總之有一隻爆出嚟咧就係 OK 㗎啦。咁但係問題呢啲咧，即係如果佢譬如佢哋同仙股唔同嘅地方咧，就話佢哋真係有嘢做緊嘅。譬如話小米啊、Uber 啊、Dropbox 啊、Airbnb 同埋 Snapchat 嗰啲，全部都係有嘢做緊，同埋都係唔差嘅添嚇。咁嗱另一個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第一節同第二節咧有少少大家會聽到好似有啲關聯嘅地方就係印度。嗱呢一個嘅即係 Uber 啦，同埋呢一個嘅 Flipkart 全部即係呢兩間咧都係印度公司嚟嘅。咁我哋亦都講咗啦，印度嗰個嘅即係股票咧，今年以嚟咧就升咗30%。嗱，印度其實係咪另一個即係新興市場，即係比較誇張，即係嗰個熱錢比較誇張嘅地方咧？定係佢真係經濟好到咁交關？我就係想知道係有實體經濟支持啊，定係真係齋吹泡沫嚟嘅咧？係啦，嗱，如果你睇翻印度自己本身嗰個實體經濟有幾有信心咧，我哋可以睇一樣嘢咧，你就知道佢本身嗰個總係冇理由咁勁嘅。其中有機會㗎，咁但係其實即係都之前係所發生嘅嘢啦。嗱，你睇下咧，其實舊年印度政府擔心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話佢嗰個嘅經常帳赤字啊嘛。好啦，嗱，經常帳赤字係點樣嚟咧？就好簡單條數啫。我哋簡化佢啦嚇，就係話照減咯，係啦，嗰個import 入口咁啊，哇，比起 export 就大好多嘅，咁即係話咧要俾錢買嘢啦，俾錢買嘢。喂，咁點解會俾錢買嘢啫？你唔係印度政府俾錢買嘢，係講緊即係印度人本身係好有錢買好多入口貨出嚟嚇，咁而咧反而咧印度出口嘅貨就相對上少，咁就無形中形成咗呢個咁大嘅呢個經常帳赤字啦。咁好啦，有錢啫喎，係絕對唔係調翻。冇錯，咁所以好簡單樣嘢就係話，咦，你印度人本身嗰個消費能力喺度啦，我當消費能力即係係咪咁勁咧？起碼你嗰個消費情緒喺度啦。咁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國家即係中國人個消費情緒一高嘅時候，帶嚟嗰個 impact 係幾大，大家可以知道嘅。即係我哋可以即係睇一睇翻啦，呢一個嘅即11月份嘅時候咧，但其實嗰個嘅佢11月份嗰個數咧就會喺12月嘅即係中即係嗰陣時出咗啦。其實嗰陣時咧就睇翻係7.3% 嘅。嗱，佢係呢個係講緊出口即係出口按年增加就7.3% 啦。但係調翻轉啦入口按年咧係增加成26.8% 嘅，即係等於咧，即係好似阿 Fergus 話齋咧，就即係入口咧超多即係多到即係好緊要啦即係多到去成26.8%。咁嗱，另一樣嘢咧，佢哋嗰邊嘅即係印度嘅通脹咧，11月份咧又唔係好勁嘅啫，即係比起呢一個嘅即係香港嚟講，起碼比香港少好多啦。咁佢4.38嘅啫，即係呢個印度通脹。咁所以你見到咧，佢全部啲嘢咧即係譬如八大基建產業佢哋好多都係靠基建去泵緊嘅。而家成個嗱，究竟係咪真係咁正咧？或者印度嗰個嘅
即係股票或者投資價值係咪真係可以再諗一諗咧？OK 啊嗱，再加上印度其實到目前為止同中國嗰個嘅外交友好關係都係正面嘅，我覺得即係係啦，即係中印大家攜手合作即係面對嚟緊2015可能有機會即係美國第一步加息所帶出嚟嗰個風浪咧對新興市場嗰個影響有幾大咧？咁如果中印係可以即係攜手合作到嘅時候，我覺得係 OK 嘅。咁所以即係印度同中國兩個拍住，只要繼續嗰個友誼喺度嘅時候咧，我覺得印度市場經濟會係繼續向上。好啊，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好，先同大家講聲呢個新年進步先啦。好，係新年進步，明年再見啦，好。